为着要进行台语文化保存甲推广，阿里山风景管理处最近邀请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阮剧团参加其在地商圈做伙办理台美伫家的活动，希望透过台语文菜单、台语文导览活动、甲台语文点头的地图设计，打造台湾头一个生活甲食食文化拢是台文的城市。店头家准备各种食物，要互大家知影家己在地好料，而且为了要推广台语文化，这店头菜单嘛拢使用罗马拼音，互游客通好知影在地料理的台语讲法。如果他们真的不会念中文啊，他们觉得 OK， 我可以试试看说那个罗马拼音。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一个名称，然后透过一个菜单的演进，然后能够跟这块土地、跟我自己的家乡能够多一点的连接。阿里山风景管理处就要串联阿里山沿路的观光点，邀请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嘉义市商圈团体，以台语文化做主题，推出台语菜单、台语导览服务。希望讲这个计划咱继续邀请更加侪有意愿加入这个台语的友善店家的好朋友，咱做伙来推广母语。在嘉义市这边住宿，然后到我们的大阿里山的这个各个区域去旅游，大概排2天1夜或2夜3天的一个游程。母语教育协会表示，因进前就一间替真侪店头翻译菜单，除了使用罗马拼音，嘛要注意店家的使用习惯，希望会当为食物落手，互台语文化会当愈来愈普遍，愈来愈接近生活。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